你結婚呢？奶奶，没有，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，突然一下要生活在一起，还要睡在一起，我怕我适应不了这样的生活。人这辈子啊，总是要找个伴儿的。我年纪大了，说不定什麼時候啊，就去找你爸爸他們去了。所以趁我還在，就想給你找一個稱心如意的媳婦陪着你。人和人之間啊，那都是相處出來的，知道嗎？奶奶現在唯一的心願啊，就是能早一點看到你的孩子，那樣我也就沒有什麼好牽掛的。奶奶，我答應你，結婚。那我到這兒看看你的好運能好到什麼時候？呼吸城身邊美女如雲，就憑你的姿色，就算當了總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穩吧。你的臉型很好，不需要動刀。醫生，我並不想開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沒有其他辦法能讓我的下巴更尖一點，臉上輪廓更好看一點呢？你如果一定要做調整的話，臉部嘛，打一些瘦臉針和輪廓針。下巴，我可以給你注射一些藥物，起到填充的作用。好，那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做呢？我想快點。因為我馬上就要結婚了。好，我現在就給你安排注射，讓你做一個完美的新娘。好。你說什麼？你要結婚？對啊，請柬不是給你們家送過去了嗎？你腦子進水了吧？說結婚就結婚的。我奶奶年紀大了，想抱曾孫子。那真愛呢？不找了？真愛繼續找，婚呢？